来关心违规停车的消息，嘉义市延福街有这个居民反映讲，停伫路边的白线，最近拢互警方检举开单，实质的人们发现讲，原来白线分两种，10公分的叫车道线，15公分的叫路面的边线、路边线。因停是车道线，顶是停伫车道面顶，所以讲互警方开900块的罚单。我婆婆住在这里10几年，我们每天都来看她。 啊，车子也都是沿着这样的路边这样停，我居然会收到一张违规停车进行告发的这样的一个罚单。收到检举单啊，退休的林老师硬气，想袂到平常时啊停伫咧白线，竟然是违规。这个会造成我们非常的困扰跟愤怒。被罚钱1张900块，一般来讲，我们民众的认知就是白线 以内就是可以停车。扣开发的那一位家己民众，因无了解白线敢是会当停车，现在最近煞直直收到罚单。到场确认为10公分车道线，所以依规定进行举发。原来依照规定，一般人体会当停车是15公分块白线，这种路边的边线就是路径，停车无违法。若是10公分块车道线，算是快慢车道分界线，是袂当停车。 啊，迄个派出所讲吼，尽量会当开宽道就宽道，但是因讲大概都袂使开宽道安尼，因嘛无法度交代啦。经过交通单位和警察会勘嘉义市延福街，该会测15公分路边边线，互民众会当安心插车。只是10公分、15公分的白线，若是无早像来年，真正会看到目睭火气。所以为白线边仔会加画红线，代表这个所在袂当停车，提醒民众拢爱加注意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